刚刚这首诗歌颂赞美丽的锡安，这是来颂赞上帝的圣城。那求主来带领，让我们也为我们的城市祷告，为我们所在的地方，为我们所在的国家百姓来代求。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为国家百姓来祷告，为我们的我们所在的土地来代求。愿主将平安赏赐在我们的当中，也为着过去的这2天过去的这个风暴，求主来施恩，让受损的地方、受灾的地方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所在的地方、为我们的百姓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来生存，在这个土地上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领受你所赐的恩典，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为我们所在的居所，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来向你献上祈求。愿你施恩来带领，让我们的百姓能够蒙恩，让我们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来祷告，为我们的人民来代求。也愿你施恩，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谢，祝福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一起的蒙恩，领受从你那里来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存放在我们的心里。也愿你圣灵感动我们，跟随你的脚中来行。祝福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运动、安排、规划，都按照你的旨意来运行，也让所有的这些的器材设备都能够顺利的能够来运作。今天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在任何地方，主你的圣灵也与他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那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我们平安度过这个台风。那今天我请大家安心心，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语。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亲爱的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生活中凡事一切都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来领受你的赐福，借着聆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坚固信心，走在你的道路上。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是诗歌敬拜，如果有感动方便的会众，可以一同起立。颂父神伟大全能，创造群山高，拓展我无边无止力晴空。群星顺服所有，歌颂上主无限埋上，他用言语造出万物，最美好，都说造不奇妙，到处可以看见他的风光，空气观尊主大能无边，有小花一朵小树，万树在黑暗不暴风吹起，都听宝座命令，万物皆从主的生命，神必永眷顾，天父之名，无论何处，父神都必有福。请依然站立，让我们以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不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又在降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圣徒圣，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
会众请坐。今天起应文在诗篇119、105到112节，旧约的651页，旧约的651页。待会由诗会这边诵读白色的起文，那会中弟兄姐妹可以诵读黄色的字体印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我却不会忘记你的律。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们一起，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向遵行，一直到底。接下来是公祷部分，为这个南美洲的秘鲁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百姓能够更信仰基督。为台湾为南区南教会高雄卫理堂的王俊杰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得人，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也为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祷告，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学生有美好学习。也为夏天的夏季祷告，求主使台湾夏季气候风调雨顺，环境卫生且疾病瘟疫远离。接下来是主祷文部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请这个蔡绵绵姐妹为我们攻读经课。今天的经课在创世纪25章19到34节，教会圣经23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创世纪25章19到34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2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2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
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接下来罗马书8章1到11节，教会圣经170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的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诗会的读经，马太福音13章1到9节，18至30节，在新约的15页，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在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欣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了，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它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接下来是诗班献诗。
谢谢师班。接下来是我们那个传道来为我们讲今天的神的话语，题目是真信仰是长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刚刚坐在下面，我就发现我的那个前面的投影幕一直都没有动，就是你欢喜的祭。然后我在一直脑补，就是如果我前面这个画面都没有动，那我要怎么样讲道？那我就在下面一起祷告。那所以可以请音控人员帮我换一下吗？因为我这个前面的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边就是写你欢喜的祭。可以吗？那边不行。对，这边是。对。我先确定一下，这边不行吗？哦，用电视。这边有在变。不好意思哦，那让大家等一下。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我就得站在那边，然后我看着荧幕，然后跟你们讲道。好，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礼拜当中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事情呢？没有，一个礼拜当中有值得感谢的事情。那或者这个礼拜呢，我有跟一个年轻人谈过，然后我有跟他说到试探和试炼呢，其实它是同一个希腊文原文。那你如果用上帝的角度呢去看临到你的话，它就会变成试炼，它会让你的生命成长。那如果你不用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个，你会觉得说，它就会变成试探，它就会让你远离上帝。所以呢，这个呢，真的是我们常常需要用上帝的视角，然后来看到我们所面临的事情。好，那我决定要换一个地方来讲道了。那因为这个没有办法，那可以。有年轻人可以帮我搬那个，因为我有讲稿，潍坊可以去帮我搬那个谱架。喂，可以了。好，感谢主。那虽然经过一个小插曲，但是不影响我们敬拜主的心情，对吗？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那我之前呢到一个朋友家做客呢，我一进去他们的客厅，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这个有点糊哎。这个呢，我就看到这个，我说哇，他们家好漂亮哦，他们家全部都是用植物摆设的东西。那我就问那个朋友说，哇，你怎么把那个在室内把植物养得那么好？他就说，你再近一点去看一看。然后我就近一点看，然后我还摸了它，结果呢，它是假的。那所以呢，他们家客厅的那个植物都是假的。所以呢，近看呢，我几乎看不出破绽，我只能用手去摸，我才可以知道它是假的。
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没有生命，它没有生命，所以它10年、20年、30年，它还是这样。但是一个真实的植物是怎么样呢？真实的植物有养过植物吗？植物会变成什么？真实的植物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会死？除了死掉之外呢，我们让它活一点好不好？除了死掉之外，对，它长大，然后它会变黄嘛，对不对？它会落叶嘛，它会被虫子咬嘛，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植物。所以呢，它会慢慢的扎根，然后慢慢的往上生长，甚至会结出果子。所以我那时候从朋友家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在想说，信仰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一个人呢，看起来很像基督徒，为什么是看起来很像呢？因为他固定聚会、参与服事、读圣经，然后有很好的属灵形象。但是耶稣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他外面的属灵形象吗？不是嘛？在乎的一定是他内在的生命。其实我们之前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真的对那个圣经倒背如流，他可以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就是跟你辩论。但是辩论以后呢，他还是跟你讲说，你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不相信。所以呢，他在来教会1年的时候，他最后没有解决他圣经上的问题，所以他就离开了。那我是觉得很可惜。那所以呢，如果没有检测，没有经过检测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自己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常常我们会有很多盲点呢，因为我们会有让人家羡慕的家庭，会有让人家觉得你有不错的工作，然后丰富的社会阅历，而且呢，我们的外在看起来似乎挑不出一点毛病。但是今天呢，耶稣要来检测我们灵魂的内在，他要问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改变到底是真实的植物的生长，还是你把那个植物抹上一层自然育的塑胶植物呢？所以呢，我们要如何让信仰是长出来的，而不是装出来的呢？要先让神的道进到心里面。我们今天本来要谈论的是撒种的比喻，但是撒种比喻大家听了很多次，所以我不打算再一直钻研撒种的比喻。但是在上文马太福音第12章，法利赛人呢质疑耶稣在安息日去掐麦子来吃嘛，对吧？然后他又有医治病人，所以耶稣呢教导大家，上帝真正看重我们的是内在生命。但是有一群人不服，那群人是谁？有一群人不服哦，那群人是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所以呢，他们要商议怎么样杀害耶稣。但是耶稣又治好一个被鬼附的人，法利赛人又说他肯定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说话得罪了圣灵的，今生来世都得不着赦免。也就是说，那些顽梗抵挡神的人，他们必受永远的刑罚。接着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第13章，耶稣就透过一系列的比喻很多的比喻告诉我们一句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个比喻呢，反映了神国的原则，它迫使我们自问。来，我们一起来念经。我与神的国有怎么样的关系？我与神的国有怎么样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耶稣道成肉身，带着神的大能进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呢，不会只是解决你的犯罪，解决你赦罪的问题。赦罪只是基础，只是一个起点。神的国临到是要对我们整个人生整个人生做出生命的重整，他要来彻底医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经济层面，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还有身心灵各个方面的破碎。所以呢，神国力量的运作基础不是一块大石头巨石，而是一颗种子。
事实上，这个世界运作权力的方式呢，在本质上就是石头的力量。什么是石头的力量？你能想象一个陨石从天空砸下来的时候，它会砸出一个大洞，然后它的那个地形会整个改变，然后周围呢，它也会随着这样的一个砰这样一声，然后都已经改变了。那这种力量呢，就是由外而内的压制、破坏和屈服。不管是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带着军队攻城略地，还是现在一些独裁国家强势的恶意侵入，事实上这都属于石头的力量。土地表面被砸出坑来，大家因为恐惧，没有资源，因为打不过你，所以就被迫顺从。看起来好像改头换面，但是这个土被砸出来，这个土它本质没有改变，它的成分也没有改变。所以呢，我们把这种石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也带回家，有没有？我们带回家呢，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习惯用我是你爸妈那种权威，还有用经济场攻，你不听我就不给你生活费哦，或者是用愤怒的话去责备他们听话。所以这个就是把石头砸向自己的家里。那孩子可能因为怕你，因为要拿生活费，因为想要买 iPhone 手机，所以表面上顺服了你，其实他心里有没有真正顺服你啊？没有，他心里没有真正顺服你。所以呢，石头的力量从外而内的改变呢，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但是耶稣抛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种子的力量。这个是由内而外的，这个是神国力量的运作基础。种子的力量和石头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种子落下来的时候有声音吗？没嘛，没声音，而且它是隐蔽的。它如果被一头牛踩过去，你会可能说它可能死了。如果我一脚踩过去，那你也可能会说它应该不会长出来了。但是这个种子呢，在土壤里发芽，它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它会从内部开始有力量的把这些土壤的成分本质改变，然后慢慢的把根扎深，慢慢的把泥土推开，最后它可能让一个荒地变成一个园子，变成一座森林。所以这种力量是由内而外的本质转化。石头只能改变外貌，但是种子可以重塑我们的灵魂。这种改变虽然慢，但是一旦发生，就是永久的，更有生命力的。所以神的国就是种子的国度。那我们的内心呢，要怎么样经历种子的变化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看重说故事技巧的世代中，许多企业领袖，或者是我可以说现在的牧者啦，现在牧者都很容易去用演说，然后来说服弟兄姐妹，然后他们可能会用策略啊、警戒啊，或者号召力，去使会众做牧者想要做的事情。像最近的台中富足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辨认的，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去辨别的。所以你要在世上取得权力的方法，常常是说，就是我说服你。但是呢，在神国的这种深层的力量呢，是听，不是说，是聆听。你要听得深入，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聆听是领受神国最首要也是最关键的。如果你没有聆听的话，神国的大能不会涌流到你的身上。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太漫长了，而且我们会觉得太没有效率了，要等一个种子在我们心里做出改变。但是圣经当中也有一位钢铁般的人，他也是有这样的困惑哦。来，大家猜猜看，这个是谁？用这个经文的话，这个是谁？我听到了，施洗约翰。弟兄姐妹，施洗约翰呢，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哦。
他曾在旷野高喊着大家要悔改呀，大家要悔改，而且也勇敢指出希律的罪。但是当他被关到阴暗的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听到外面传来耶稣的消息，他心里开始有了疑问。他差人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因为在约翰的心中，弥赛亚应该带来迅速的公义，应该立刻审判邪恶，使不义的政权倒塌。可是好像没有约翰一直在等着整个权势的倒塌，他没有等到。希律还在宝座上，但是他却在牢里。所以耶稣的工作看起来不是先审判，是什么呢？耶稣医治、赶鬼、传福音。这让约翰不得不问：主啊，你真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吗？为什么你的道路跟我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呢？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我们常常的牺牲？我们也常常说：主啊，你若是真实的，为什么不立刻解决我的困境呢？为什么不马上伸张公义呢？为什么世界还是乱成这样呢？为什么恶人在掌权，义人在受苦呢？耶稣对约翰说，也对今天我们说，他说：约翰，那不是我的国运作的模式，我的国不像世界的国，它不会像石头那样摧毁一切，进行暴力镇压。如果用石头砸，确实可以消灭不顺服的人，但石头能制造出来的只有恐惧和一群被迫低头的奴隶。强权可以逼人低头，但无法让人从心底爱上这个国度。我来不是来寻找奴隶的，我要的是真正从内心爱我的儿女，而我的国会轻轻的到来。这种天国呢，就像是一种种子落在地上发芽生长。神国度的逻辑本来是充满颠覆性的。高升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吗？高升的方法，我现在在讲的是圣经的颠覆性方法。高升，首先你要降卑嘛。如果你要富足，你要先怎么样？分享。富足你要分享嘛。那如果你要得到生命，你就要先需要放下生命。如果你要获取力量，那你先要成为仆人。这个跟我们世界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是用爱和顺服来得胜，他要孕育的是真正愿意跟随他的人。再来，我们要如何让信仰是长出来的，而不是装出来的呢？诚实面对内心的土壤。既然天国的力量来自于聆听的种子，那我们要如何确定自己真的听得进去、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呢？回答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就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对聆听的深度提出了一套测试，也就是有4种土壤。所以这个4种土壤就像我们全身的属灵的断层扫描，它专门来检测我们的内在到底有没有长出高级的伪造品。耶稣说，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在神国里了，自己以为听得到，但是其实根本没有听懂。我们很多人就像第一种土壤，还记得第一种土壤是什么吗？路旁的硬土路旁的硬土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真理只停留在你的脑袋里面。你会去教会听到，你会去读经，你会去看基督教书籍，但是呢，你这条心灵的道路呢，已经被世俗一直在践踏，所以呢，你的心灵变成一个硬土，跟水泥地一样。所以种子呢，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进到里面，没有一丝一毫，因为你的心灵是一个硬土。所以呢，飞鸟一来就是恶者，就把这话语夺走了。所以这种人的特征呢，就是
什么道理都懂，但生活依然故我，性格依然刚硬。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敬意、理智型人格。好，他像一个人，然后把交通规则啊、驾驶理论啊，甚至事故分析都背得滚瓜烂熟，也常常评论别人的开车。但是当他坐在驾驶座上的时候，他连上路都不敢。这个就想起我的母亲。我母亲考试笔试100分，路考100分，结果她第一次出去开车，她就撞车了。所以呢，她的后来的那个驾驶执照呢，就被我拿来用去租漫画。所以呢，她就是像这种人，就是什么道理都懂，然后她也知道怎么路考，但是她没有办法上路。事实上，我们很多老基督徒往往都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这个驾驶专家。我们拿着真理的尺去测量别人，就说：“你怎么今天做这种事呢？圣经是怎么讲的？”然后去评价牧者的讲道，去质问弟兄姐妹的灵修：“你今天有没有灵修啊？你今天有没有祷告啊？”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却从来没有被真理震撼过。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真理而发现那隐藏在宗教表面下的自私、骄傲的自己。这个就是路旁的硬土，只有理性，没有内在的翻转。但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第二种状况。第二种状况是什么？石头地。石头地这个土壤的特征呢，是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土，但是下面全部都是坚硬的石子。好，耶稣说这种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甚至痛哭流涕，然后流泪，然后满腔热血的到处跟人家分享说：“我改变了，我改变了。”而且落在石头地的发芽最快，一下子就长出来的。你想说，这总算成功了吧？它发芽了，而且它也长出来了。但是经文严严的告诉我们，这种情感狂热反而是信仰中最危险的陷阱。因为这种人土太浅，他的根呢也长不到多深，所以呢，一旦生活的太阳就是你生活的困难来到的时候，或者是你失去重要东西的时候，他们的热情就瞬间蒸发了，也立刻就跌倒离开教会了。所以你看清他们背后的心理状态，他们想要的其实是一个对他们千依百顺、提供全面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拥有一位绝对主权的君王和救主。他们需要的是随时的帮助、安慰和顺利，而不是救恩和悔改。有多久你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了呢？有多久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当耶稣不再满足他们的欲望和计划时，他们可以随时就怎么样把耶稣抛弃了。这表示他们没有把神来当作敬拜的对象。其实他们那些渴望得到却得不到的世间好处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也就是圣经说的尽心，它是情感型人格。然而真正最让人痛苦的还不是前两种人，因为第一种人处于人生压力嘛，然后第二种人他可能就是听完，然后困难来到他就走了。第三种土壤最困难，荆棘地。它是长在这个也是最普遍，但是最致命、最令人感到痛苦的陷阱。为什么说荆棘地是最痛苦的呢？因为第一种硬土刚刚说过了，不痛不痒，反正贴不进去就算了。第二种人没有什么好处，他拍拍屁股就走了。第三种人呢，荆棘地的人呢，他们把生命的一部分交了出去，种子也真的在心里发芽扎根了。可是在他们心灵的田地里，同时也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荆棘。他们的生命想要往上长，但是却被这个荆棘卡住了，没有办法长上去。所以呢，这群人呢，
痛苦呢？是因为他们确实品尝过主恩的滋味，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再走回头路，回到以前的生活，去过那种以前放荡啊、没有神的生活。他们的心呢，紧紧抓住着这个世界的成功指标、金钱的安全感不放，他们也无法全心全意的往前走，他们就整天在卡在中间，不上不下，然后灵魂天天与天国、神的国当中在纠结，非常痛苦。那到底是什么是耶稣所说的荆棘呢？耶稣定义的非常准确，圣经上说是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这个不就是我们每一天一睁开眼脑袋塞满的东西吗？有什么？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费、父母的养育费，还有职场上的办公斗争，还有升迁的焦虑，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你想到的东西，还有我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我们每天都在忧虑，我们想说，我只要赚够了钱，我只要升到我想要升到的职位，我只要买了这个房子，我只要当了这个主管，那只要孩子搞上了大学，我们就可以买到绝对的安全感。但耶稣说，这个对世界的执着就像荆棘一样，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把你内心的属灵生命给活生生的勒死。你没有时间祷告，你也没有时间去爱人，你聚会的时候满脑子还想着明天的工作要怎么做，所以你的基督徒生命被挤住了，你看不见自己有任何仁爱、喜乐、和平的种子产生，那你也很难去看见上帝在你身上运行的能力。你天天都在忧虑中挣扎，这个就是圣经说的尽性。尽性这个就是意志型人格。意志型人格，斯布森呢，他其实说了一个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一个内心长满积极的基督徒，就像是坐在一艘豪向天国的豪华巨轮上，因为你在船上是安全的，因为它是通往天国的。但是呢，你在里面呢，你死命的抓住你的行李不放，然后任凭船在摇晃，你还是抓住你的行李不放，你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在这一艘巨轮上面，那你就摔到了全身骨折。然后人家都在享受，然后你偏偏在这个豪华上的巨人当中的医疗室度过，所以你摔到满身骨折的疼痛，还有在呻吟当中度过。你正通往天国，但你的一生毫无喜乐，每天都在挣扎焦虑，完全体验不到神国度的美好。最后，那如何是让信仰是长出来的，而不是装出来的呢？我们要把生命交给原主来栽培。我们要把生命交给原主来栽培。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接着又说，仇敌会在田里偷偷撒下稗子。稗子呢，在巴勒斯坦呢，是稗子和麦子一起生长的时候，它们的外观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连那个最专业的农夫都分辨不出来。所以呢，这代表有些高级的伪造品会一直待在教会，待在信仰的群体里，直到最后的审判日。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假的职务，这种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呢，他们是非常的守规矩，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承担责任。他们的信仰像是意志型的基督教，靠着强大的意志力来过信仰的生活，驱动他们行善和服事的，里面没有对神的爱，也没有对人的怜悯，全部都是恐惧和交换。他们努力守规矩，因为怕下地狱，怕被神惩罚，甚至是出于害怕失败，他们用好行为来向神买保险。这就像是你非常的努力的一直往前游，不是因为你喜欢游泳，所以你一直往前游。有看到这个人是谁吗？是因为有一个人在岸上拿着枪指着你。
所以你只要一停下来，你就会没命。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生命的转化啊，这只是一个换了一个宗教包装的奴役。真正的转化是什么呢？真正的转化必须是那颗种子的真理，也就是神话语的真理、天国的真理，同时占据你的理智，融化你的情感，并完全扭转你不顺服的意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3种土都在上面哦，除了最后一个好土，好土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土。所以要同时占据你的理智，融化你的情感，并扭转你不顺服的意志。这3个齿轮只要一颗没有对上，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高级的伪造品。听完土壤的比喻，再对照麦子和稗子的伪造品检测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发现自己信主这么多年，生命里竟然布满了石头，而且还有荆棘，布满了石头还有荆棘，或者我们已经被荆棘给挤住了，快要被勒死了。那怎么办啊？大家有解决办法吗？拿着铲子把自己的土壤心里面的石头和荆棘铲出来吗？有可能吗？如果你出了这个会堂，你回去你打算要把你自己心里面的石头和荆棘铲出来，那我只能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说的这个比喻，你必须记住，在这幅天国的图画里，你的身份是土壤，而耶稣是园主。土壤的工作从来不是去移除石头和荆棘的，因为土壤是没有手没有脚的。这句话事实上也要彻底来释放我们所有的人，清除石头和荆棘的不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根本无能为力。如果你想要靠自己的意志力，然后每天对自己喊话说不要再焦虑吧，不要再贪爱世界，这个就像是土壤对长着的荆棘大喊说你赶快枯死吧，这根本是无济于事。那土壤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接受种子，也就是聆听。你必须来到园主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对园主说，主啊，我是一片长满焦虑荆棘的土地，我被许多事物所迷惑，我抓着掌控权不放，我自己毫无办法，求你来帮我清除。当我们转向园主，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呢就说，我就是在等这一天，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你们的荆棘在哪里吗？如果你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可能会回答你说，2000多年前，这些荆棘已经编织了一顶冠冕，戴在了我的头上。我的额头上流出来的宝血，承担了你这片土地应该承受的所有后果。而且当我从死里复活的那天早晨，我已经用神国的大能，永远移走了埋葬我墓穴的大石头。这就是我来的原因。耶稣就是那位来为你清除石头、承担荆棘的园主。各位弟兄姐妹，土壤不需要自救，土壤只需要让园主来工作。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当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趣，就是当仆人发现田里长了稗子之后，就会急忙去问园主说，园主啊，我们要不要把稗子全部都是拿掉？圣经说什么？如果你是农夫的话，你也说好，快去把那个稗子和稗子拿掉，然后留麦子。但是我刚刚前面说了，稗子跟麦子完全几乎都是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呢，园主呢在圣经的回答非常不一样哦。他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薅出来，容这2样一起长，等着收割。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逻辑，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耶稣啊，你为什么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你不立刻把我生命当中那些恶人
也就是那些败子立刻消灭。为什么你不立刻拿走我的慢性疾病，我的生活压力，也就是那个荆棘？你让这些痛苦留在我的生命里，跟我一起长大，你不是在折磨我吗？我来跟各位讲一个例子，有一个高龄80岁，在偏远山区奉献了40年的老宣教士，他在临终前分享了一段话，他说：年轻的时候，我身边充满了同工的背叛，还有当地土匪的威胁，而且我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我天天哭求着神把稗子还有荆棘从我身上拿走，但是神都没有拿。当我坐在轮椅上，我老了，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原主的智慧。如果当年神真的把我稗子还有荆棘从我身边拿出去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活在安逸、自满骄傲、根部极浅的空壳基督徒。但正是因为这些稗子天天在跟我争养分，这些荆棘天天在跟我挤压我的生存空间，所以逼得我不得不一边痛哭，一边把我的灵魂的根源一直往下扎，一直往下扎，一直扎到耶稣那永不枯竭的活水泉源里面。所以原来原主容让稗子跟荆棘存在，不是要毁灭我，而是原主要使我来向下扎根的。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视角。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请。会不会你现在遭遇的一切都不是来毁灭你的？会不会你现在生命当中遭遇的巨大挫折，那卡住你几年的财务危机，天天在职场上挤压你、折磨你的人事物，其实都不是来毁灭你的，反而是原主精妙的智慧。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骄傲，他知道我们多依赖自己的经验和生存法则，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永远一帆风顺，我们就会像漂亮的假植物一样，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宗教幻觉里。今天天国那颗看起来最脆弱、最隐蔽，却拥有一切的大能的种子，再次要借着他的话语，轻轻地落在你的心里。这场聚会之中，重点不是要你回去更用力的把你的稗子清除掉你的荆棘和石头。这个恩典的邀请其实无比简单，放手，必须请求让主来动工。回去的时候，诚实的向那位为你流血、额头上带着荆棘冠冕的原主耶稣敞开。来，我们一起来对他说：主啊，我不再自己挣扎了，我把这片土壤的所有主权完全交给你，求你进来工作，求你清除我的荆棘，求你移走我的石头。当你愿意这样聆听且顺服的时候，主必牵引你，使你那颗在黑暗中生长的种子，在你的灵魂深处爆发结实出30倍、60倍、100倍永恒的果效。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主日我们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听得深入。恳求你为我们挪去心中的石头和荆棘，让我们不是只是一部分的人生交出去给你，而是全部由你来掌管我们的一生，使我们的信仰如同真实的种子发芽生根，不仅成为一棵能结满果子的树木，而且能化作一座充满生机的园子，真正的得到生命的改变，且能够用生命去影响他人。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传道为我们
用神的话来兼顾我们的信仰。接下来是回应奉献的部分。今天的回应诗歌在272首，美丽锡安。那会众请起立。美丽锡安上主圣城，彰显主的大荣耀，所有教友明理就理，选择你为他居所，万古磐石是你根基，坚固人能动摇，救恩强援思维环绕，尽可享受的慈效。看那活水滔滔涌流，永恒主爱是源头，丰富供应你的儿女，毫无缺乏的恐惧。滔滔活水，浩浩江河，我们不再觉干渴，恩惠如同施恩的主，永远与我们同在。看那天上云柱火柱，环绕百姓的居处，如此荣光，如此保护，显示恩主正看顾。美丽锡安上主圣城，彰显主的大荣耀，所有就有你的救理，选择你为他居所。会众请坐，请司宪同工至台前预备。在天上的父，我们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金钱，都是从你的恩典而来，做你所喜悦的事，在事工上能够使用，让福音得以兴旺，让更多人都能够感受你的爱及救恩。以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未预备或不了解奉献意义的话，请安静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身边。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下。待会我们
唱这个我们成为一家人。那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彼此拱手问安。大家请坐。那这边报告教会消息，主日后12点将举行这个7月份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总会牧职退休会将于8月3号到5号在金门举行，请为牧者的往返平安祷告，也为总会青年事工夏令营在桃园举办的，请为本堂参加的学员及辅导祷告。7月18起，就是下礼拜六早上将召开这个台语读经班，内容为旧约路德记和新约雅各书，欢迎报名参加。报名请洽陈伟文牧师。另外，本堂的义务传道及林继博、李迪华及潘辉珍传道将于7月19日及8月2号各开一次的福音桥及视律的传福音训练，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另外，在8月22号，卫理公会的南区的宣教活动在本堂举行，透过这互动体验及宣教士的见证分享，一起看见上帝在世界各地的工作，欢迎本堂会友参加。另外，在9月开始，也会在本堂礼拜五晚上9月11号起，将举办这个卫理神学院的推广课程，喜迎哀歌苦难神学探索。相关讯息请参阅布告栏。也为这个夏天肢体消息弟兄姐妹的健康平安以及身体不适的来做代祷。牧师有没有要补充？弟兄姐妹，牧师这边有一点简单的报告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刚刚也是去儿主那边，还有去我们的青少年那里。那感谢主，让我们常常能够纪念我们的年轻孩子们，常常为他们祷告。那也特别为这些服侍的老师或是这些辅导们祷告求主帮助，让我们的辅导还有我们的老师们，他们感受到他们在服侍当中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力量来帮助。那也特别谢谢大家昨天在这个我们的柔园姐妹的告别式当中，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来参与跟参加。
虽然昨天是台风天啊，但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一起的能够来纪念我们的姐妹，她虽然离开，但是上帝的恩典还是在我们的当中，愿主来带领，那求主纪念，让他们的家人跟家属都能够大得安慰跟平安。那也请为我们即将要来到的暑假的夏令营祷告啊，我们的夏令营在7月底的时候就要开始了。那请为我们的夏令营祷告。那当然，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愿意能够来参与也来学习的话，虽然你可能是成年人啊，那但是你可以担任我们的教会的志工或者是同工来协助这些的儿主的夏令营的这样的带领。求主来带领，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来完成。那我们的这个礼拜六就有读经班，台语的读经班。那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不会学台语，或者是想学台语不知道怎么讲的那我们可以来参与来学习。那刚刚去儿主那边，他们正在学习父亲节的时候要献一首台语的诗歌了所以我们自己也来学一下用上帝来带领他们那我们也为我们在这个苦难神学9月份要开课来祷告。那刘清乾牧师是在神学教育上面很好的一位传道人。那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意愿愿意参加，请尽快报名让我们能够来安排跟进行来顺利愿上帝来带领。那也请弟兄姐妹更多祷告因为夏季的时间这个各方面的天气变化，还有我们的一些特别有一些传染病的状况都蛮严重那求主带领，让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守望跟祷告。所以让我们在每天祷告当中，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维护来祷告，求主来带领，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并且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会众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闻名，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那牧师这边再补充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今天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跟我们一起做礼拜的，欢迎等一下会后到台前来，那我们一起来跟你有一个美好的交通，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刻，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歌颂你。愿你施恩来带领，让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也成为使人蒙祝福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订阅中，请为今天的各项教会事工来做代祷。那第一次来前往本堂的也欢迎一同到前面跟牧师一起交通。
他的哎。PPT 显示其他的。对啊，我不知道是哪里，可能是天主堂的讯号传过来的。不是我们电脑的。不知道阿伟文台语堂的，然后我下去看，没有啊。对啊。